竹门帘曾经是六堆客家的生活特色，如今却逐渐没落。但屏东内埔的乌松招依然坚持家传技艺，手工制作竹门帘就像是一种习惯。从小学1年级开始，帮忙父母，一路做到现在。这门帘对我小时候到现在，就无形中就感觉就很深的感情。制作竹门帘，桂竹是最好的选择。要将竹子剖成粗细一致的竹片，那就得靠真功夫了。摸索了半年，才把它摸索出来。我刚才讲的就是这个阶段了。最困难的地方，最需要技术的在这边。将剖好的竹片按照纹路编号，再以号码依序编织，才能做出密合又平顺的竹门帘。乌松招与世无争的性格，让传统客家技艺得以传承。客家人不跟人计较，唔同年纪高，夫妻合力，默契极佳。一张普通尺寸的竹门帘，却也要花上2个小时。虽然耗时费力，却甘之如饴。既然我们传承了这一个事业，那我们就是要把它永续下去。编好的门帘，手绘图案，涂上桐油，再经反复日晒，一切都按照古法。父亲留下的编织台沿用至今，虽然修修补补，满是伤痕，却是支持乌松招坚持客家传统技艺的最大力量。上课喽！木同人结交，木同人结交，木同人结交。